到我啦！903西岐公園結束陳詞。為什麼要有西岐公園？公園要結束啦，好多人會問點解？你可以話最直接嘅原因係經濟唔好啊，經濟唔好，第一個 cut 就係 cut 兼職主持人，非常之合理。所以呢一日呢，可以話係我所預期嘅，我亦都欣然接受呢個決定啊。我個人呢就好容易產生歸屬感嘅，我成日都係好想幫公司賺錢，幫公司做嘢嘅，好似自己有份咁啊。有人會話個世界就係咁現實，個節目唔夠主流就不能生存。對於呢個說法，從短視嘅角度睇可能係啊，但係正因為咁，所以我先會創立西岐公園。離開903已經唔係第一次啦，4年前離開咗一段時間，冇幾耐之後剛好有個週末節目嘅空缺，咁就叫咗我返嚟。當時我為咗年青嘅聽眾，所以選擇返嚟903，返嚟開會。咁啊，高層就叫我做一個抒情節目嘅。當時我心裏面已經打算做西岐噶啦。咁西岐呢個名係堅持翻嚟嘅。我想試下做一樣嘢，呢樣嘢叫做感性教育，從人嘅心靈去下功夫。於是試下講下啲心理學嘅嘢啦，試下分析下嘢啊，試下俾人抒發下情緒啊。喺發掘人生正面價值同智慧嘅前提之下，漸漸發展出而家嘅西岐公園。喺西岐公園之下，我好高興做過特別版嘅深夜夜，同唔同年紀嘅人，等佢哋交流佢哋嘅人生哲學。11歲到50歲都係一齊平起平坐。好高興做過一切從音樂開始之迷幻星期天，借一個英文字俾每一個人講下自己嘅故事，又俾嗰啲深宵遊魂排解下情緒，或者就同一樣嘢交流下不同嘅觀點啊，等大家知道呢個世界各種各樣嘅人係點樣諗。雖然我嘅節目時間都可以話係電台節目表中所謂最差嘅時間，但係正因為咁，我享有呢個自由度去做我認為值得做嘅事。我亦都好高興做過星期日版嘅你那邊幾點嗰陣時呢，當我知道要做星期日晨早啊，絕望之中，好快就諗到呢個做法，請世界各地嘅聽眾講當地嘅趣事同文化。就算呢個時段係香港人最少聽嘅時間，可能係地球另一邊嘅黃金時間呢。你話我阿 Q 又好啦，話我醒又好啦，我就係用咁樣嘅思維，令自己喺不利嘅條件之下做到最多嘅事。結果你那邊幾點成為咗我做得最開心嘅節目。我絕對肯定西岐公園呢個節目嘅價值，而外面對呢個節目嘅評價亦都不錯，好多人都話聽過或者有聽開，聽眾嘅人數係比想象中多嘅。所以我相信客戶係應該喺呢個節目落廣告嘅，因為聽呢個節目嘅人好留心。雖然我成日講埋啲嘢反對過分嘅消費主義同埋資本主義，但係我並不反對商業。商業本來就係一種為人民服務、互惠互利嘅合理交換。如果嗰樣嘢係應該買，我會叫你去買㗎。但係目前香港資本主義下嘅惡性競爭，促銷人所不需要嘅東西，而且社會過分重視財富同虛榮，最終係會令人迷失咯，人心墮落咯。久而久之，社會累積唔到真正嘅智慧，就會失去支柱，會沒落，會崩塌。就好似一場金融海嘯嘅到嚟，唔係天災嚟㗎，係人類貪婪所造成。又例如人心嘅軟弱無力、抑鬱、自殺，都同缺乏愛、迷失、不善交際、缺乏安全感、心靈空虛有關。你見唔見到啊？人類正以某種方式步向自我毀滅，社會失去支柱。或者有啲打工仔甚至老闆會為咗一句揾食艱難而屈服，覺得應該做嘅嘢就話做唔到，唔想做嘅嘢就話逼住要做，於是好無奈咁樣推動咗呢個惡性循環。但係我哋有能力去改變呢個巨輪嘅方向嗎？始終有人要開始呢一步，而事實上有好多人做緊，佢哋需要更多嘅支持。我哋嘅社會要有強壯嘅精神骨幹，先至可以達到真正嘅文明、真正嘅富裕，人嘅心先至會真正感到幸福。當社會上嘅人有知識、有文化視野，會欣賞音樂同藝術，
所謂嘅小眾就會變成大眾，客戶亦都樂意落廣告，有資源文化先可以復興。又例如點解要播所謂非主流嘅歌呢？唔係懶特別，一來真係好聽，二來都係想培養年青人嘅口味，希望最終可以擴闊音樂市場，令唱片公司可以賺錢，有空間製作更好嘅音樂。你或者會話咩諗到咁遠啊？係啊，做住先啦，利用自己僅有嘅能力，做得幾多得幾多，亦都預咗隨時要犧牲。但係咁樣做咗啲嘢，犧牲都會眼閉。我好慶幸自己人生裏面搞過西奇，呢個係我福氣，亦都好多謝商台俾咗呢個機會，俾咗呢個空間俾我。過埋聽日，西奇公園就唔會再喺903出現啦。但係正如大家所講，精神係可以延續，靠你哋每一個人去延續。我所做嘅嘢根本係好易做，你哋都做得到㗎。信和愛，真善美。多啲鼓勵人咯，支持人咯，多啲睇下世界美好嘅一面咯，多啲同人接觸，多啲了解下人哋，多啲了解下個世界，相信正面價值嘅存在，堅持原則，抵抗魔鬼。你同樣有能力可以影響好多人。我衷心希望西奇國會喺你哋身上延續。相對於呢個大精神，我喺唔喺電台開咪根本好小事。希望將來有更多渠道同大家分享，自己都想有更多嘅新嘗試。因為老闆有興趣就揾我啦，好容易揾到我㗎啫。最後再一次多謝商台，多謝揾我做節目嘅高層，多謝每一位關心過我、肯定過我嘅 DJ 主持人同同事，多謝 operators， 多謝每一位為西奇做過訪問嘅記者，多謝一班西奇子民，掛念每一位有情緒病或者精神問題嚟咗又消失咗嘅朋友，多謝媽咪啦，大弟即係我老公啦，佢係全宇宙最好嘅老公。多謝每一位聽眾，同埋多謝喺呢個節目落個廣告嘅客戶。我要走啦，當然要 Thanks God。聽日會有最後一集嘅你那邊幾點，到時就唔講啲咁嚴肅嘅嘢噶啦。最後祝大家順利度過現實中嘅一切問題，生活充實，心靈自由。西奇子民Make a difference。我哋仲有聽日 Have a nice day 啦，9點鐘，拜拜。